我哋經常將狗狗行為套上自己想象，例如以為佢笑緊，以為佢中意被擁抱，以為佢唔出聲代表開心。但係假如佢可以用人類語言表達，佢會唔會打破你所有幻想？首先，狗狗對語言嘅理解已經超越咗你想象。研究指出，有啲狗可以識超過1000個詞語。最出名嘅例子係邊境牧羊犬 Chaser， 可以準確分辨1200個玩具名稱，甚至識得分類。貴婦狗、黃金尋回犬、牧羊類品種都被視為語言理解力較高嘅狗種。不過，狗狗理解人類語言並唔係聽懂每個字，而係靠聲調、語氣、語境同配合動作去判斷。即使你哋講出指令，佢都可能透過你面部表情、站姿、呼吸頻率感知你嘅情緒。同腦神經研究嘅狗狗會用腦內唔同區域處理人聲語調同內容，好似人類咁。分咗右腦去分析意思同情緒，都唔止聽你講咩，仲咁你點講，再加埋過往經驗，決定點回應你。但係如果佢真係開口講嘢，第一句真係未必係甜言蜜語，可能係抱怨你用嗰啲香薰我頂唔順，成日唔俾我臭屁屁，我好唔開心。你明明話帶我出街，結果又冇影。呢啲唔係純搞笑，而係根據狗狗日常行為推測出嚟嘅潛在心理。佢哋唔中意被長時間凝視，唔中意突然擁抱，亦唔一定中意你用人類方式表達親密。有時佢哋舔你，唔係因為愛啊，而係試圖安撫緊自己，或者換嚟你嘅回應啊。假如佢真係有語言能力，可能會用更直接方式表達情緒，例如今日好啲，唔想瞓你哋邊，你去咗邊，我唔知幾時等先返嚟，好唔安，或者更加真實，我驚打雷。但係唔想你笑我膽小。狗狗咧，其實有好多講嘢啊，已經寫咗佢嘅身體語言入邊啦，只係人類未必識讀。例如耳仔向後，身體低係示弱而唔係咁精神。尾巴高高擺動未必開心，可能係焦躁或者高度警覺。不斷氣舐、哈氣、打呵欠，有時係緊張嘅反應。人類好中意講嘅。但狗狗更擅長靜靜咁觀察，若佢真係可以開口講人話，有可能會選擇唔講，因為佢早已用眼神、姿勢、氣味去同你溝通。問題係你有冇真正聽懂？所以如果有一日你屋企隻狗真係開口講嘅，你想咁講咩？又或者你準備好聽到佢真正想講咩未？佢可能唔會讚你啦，一定會話我一直有留意你，只係你哋真正留意我點睇你。